人你无法度阻止。邱某人伊是稳死，俊生已经连成着追魂七绝的剑法，伊要杀的人一个都走袂去，什么人也无办法。阿爹，那安尼，无天领顶，别迄当初毋着死伫阮阿兄的剑下。 大哥倒厝，去三年，一切该是将父亲。迄个温润的爷母刘情义，究竟这是来为何？ 我甲你讲，迄当初伊无死，伊当初无死，莫天领的决斗，准生死啊！爹，那安尼，阮大哥伊哪会？因为当初手下留情，伊饶了准生的性命。要哪来比伊当初咧？ 唔知影。卢干，你要去倒？我要来去找着伊当初，救邱无人的性命。你知影伊伫什么所在？唔知影，但不过我一定找伊会着。卢干，梅玉了，恁这个查某囝，确实是将来的祸害。可能。 伊处处甲我唱反调，而且伊阁遐尔爱伊逼伊同厝。也毋过你放心，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我袂互伊死。也毋过，我确实是真无介意伊一切的行为。安尼，你应该知影我的意思吼。哪有知影？ 若知影就好，北洋，走，咱转来去。是。你为何要对迄个查某逼伊逼顺，恭恭敬敬？伊究竟是啥人呢？ 伊是潘太师的查某囝，朱元新的夫人。你以前就听朱元新的摆布，即马都任凭迄个查某甲你使唤，这是为虾米？你讲话啊！你到底是做虾米？要准生杀命？ 今仔日害这个，明仔载杀迄个，这拢是迄个查某逼恁做的对。慧英，你莫叫我，你变啊！你变得甲无亲像以前的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都遐尔啊惊朱元心，也阁有迄个查某？你讲互我听，你讲出理由啦！你今仔日若是无讲，我甲如愿拢袂原谅你。有母囝这时就离开，永远袂阁看到恁爸囝。慧英。 你要讲什么？紧讲啊！相爷是毋是知影白衣同志的去处？白衣同志敢是死啊？伫个摩天岭迄条笔道，是阮大哥办。哦，那安尼追魂七绝，剑法就无算讲是天下第一咯。白衣同志甲阮大哥这场笔道，是为着邱无兰，也是为着要替相爷赎罪，所以伊一定会来找你。
我伫咧摇上夜，到袂毋知影白衣同志的去处吼。你的猜想啊，真是有道理。哎呀，毋过我找白衣同志，完全是为着你。我对，我是要找伊，赶紧去救邱无兰。邱无兰是怎样咧？阮大哥奉命要杀邱无兰，邱无兰现在伫倒位？我毋知影，只有干那阮大哥一个人知影利益。两位护卫，是。明日这时，给我找邱无兰倒转来。是。就凭你两个人，是我倒通我找着邱无兰。可是，若是互因两个人找着，也无我倒通我救伊。敢讲无做声，真是来害死邱无兰。你真是要杀我？有人唔互你活，啥？你毋敢讲出迄个人的名对无？可是你若是敢讲出迄个人的名，你就袂来杀我。李元心甲唐公武已经死了，我的囝也已经无路用，互你困在这，活在这活，比死搁较艰苦。你若要杀，就动手嘛。你动手啊！你不忍心杀我，可见你还阁有良心的。也毋过你若是无杀死我，是要安怎倒转去交差咧？你知影你过去所做的拢是毋对，是安怎你还要听人的指示？凭你的武功遮尔啊好，敢讲你毋敢反抗迄个指示你的人是？你是毋敢，还是无勇气？或者是另外有原因，也是你。好啊，莫搁讲啊！我唔杀你，是因为我爱你。但是，你一个人若无死，会死更加较侪人。这个是你对无？另外还阁有啥？你讲啊！是我的老爸。我袂搁再问你原因，相信你也袂甲我讲。既然是我一个人会当救恁爸仔囝，那安尼你就动手。在我要死的之前，我希望你会当回答我一句话。你讲，无听你的决定，你是毋是已经杀死白衣同志啊？你回答我。你是生死的决斗，你会当活咧倒转来，伊一定死啊，对无？我只是要证实你，希望你会当甲我讲。原来你就是为着白衣同志死，所以才无想要活。你竟然对这个妻子，甘愿到阴曹去甲伊做鬼夫妻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既然我得袂到你，我就成全你。
兰结个水啊！是，小花妹，赶到位的时阵，已经慢了一步。请小王爷恕罪。就算你两个人及时赶到，也毋是袂准生的对手。小王爷，你两个甲我提去。谢谢。袂准生，你真是将邱无兰害死。可是若是被伊动作赶到位，就有法度通我救秋无啦。叶如啊，你大哥对着伊邱无兰下这种毒手，受怪就我手下无情，小王爷，我要爱袂准生小命，小王爷，我要伊死在我的手中。小王爷，你会晓武功？我要哪会晓武功呢？这哪呢，小王爷，你拄则？你敢袂记顶一日伫咧客栈，你的大哥伫要来行刺我，你的行动比行刺奉真罪加一等。这我为着伊邱无兰落在伊的掌中，所以我总无要追究着伊的罪名。若是将伊杀死咧，邱无兰就无法度通我带倒转去京城，来为本王来赎罪。所以我才一直无要来追究着伊的罪名。现在邱无兰既死，魏准生，你非死不可。小王爷，阮大哥的行为最可恨啊！伊是心不由己，也可怜，并非良心伊丧尽，伊被逼杀人是有原因。你表杀人啥原因啊？命伊到底是何人？无人甲人所记的仇恨啊！处伊是地是为何因？这事到如今，你还搁伫咧袒露因为准生，你还搁毋老实话讲实。小王爷，面女确实毋知影。哼！你说毋知啥人啊伤我心，行刺奉亲是厝的废亲哦。无怪本王是无情人啊，空话不了厝的冤人。王爷渐请小雷霆，阮求你暂时来了家乡，暂时叫伊我答应啊，你必须对我来说的事情。安怎？还佫毋过？你明明知影讲伊是啥物人逼伊去做，若无，安怎你知影讲伊是奉命要去杀邱无兰呢？讲啊！魏准生是奉啥物人的命令呢？说啦！王爷，我若将实情来告禀，王爷你敢是来轻害因？我在如愿你的金马面啊，本王处罚会将天。
是的，我的亲人王爷拢肯了下。对。阮郎言出，定修信。表兄所认，就是我的爹亲。你的老爸满玉良，是，我阿爹，伊会安尼做，我有亲耳所听，亲眼所看。伊为什么要安尼做？目的何在呢？我阿爹是被人压迫，所以不得已安尼做。被什么人逼？这敢讲朱元新已经死，还佫有第二个朱元新这种人寿？王爷，你约了无毋对，确实是安尼。那安尼，你的老爸为什么为民事从？敢讲你的父兄有什么弱点落在人的掌中吗？到底你有什么弱点落在伊的手中？你讲出来，有得较咱有办法通好解决。若是无这，你是会痛苦一世人。敢讲，会愿你受人利用一世人受因的摆布？抑佫一直叫俊生去做更加多的歹代志心。你哭，你既然会流目屎，就表示你受良心的苦责。若无及时悔改，是无人有法度救恁爸囝。伊是足善切果。当初咱全家被洪水冲散时，我沦落做土匪，俊生也缀我到处打家劫舍。有一摆，被抢劫着一件鸡蛋连城的国宝，不料阮爸仔囝拢互官府掠去。斩首的情形，愿心甲唐公武，伊来解救阮爸囝的性命。伊就是要利用我甲俊生来做伊的杀手。也毋过即马，朱元新甲唐公武，因已经拢死啊！伊的家后看清楚无死，随时出现，随时会当揭穿着阮爸囝的真面目。我为着要找恁母仔囝，姑且投案。